明。小咪，小咪，小咪！什么？小蜜，你怎么做功课做到睡着了啊？哎呀，彤彤姐姐，小咪刚刚吃完午餐，没有去睡午觉，所以现在瞌睡虫来找她了啦。哦，食猪之后不是应该要乖乖的去睡洞猪吗？是我还没睡醒吗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食猪是吃午餐的意思，睡洞猪就是睡午觉啊。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小咪刚刚没又困一哈，是因为她在偷看卡通。点点，干嘛讲出来呀？食猪吃午餐，食猪吃午餐。小蜜，你食猪了没？还没。为什么还没有食猪呢？因为刚刚猫猫请我吃点心你看点心吃太多，正餐吃不下了吧？下次不会了啦。睡洞猪睡午觉，睡洞猪睡午觉。小蜜，吃完午餐了，我们等等一起去睡洞猪好不好？可是彤彤姐姐，我的拼图在那里，我等一下想把它拼完才去睡。这样啊，那我就跟点点一起去睡洞猪，起来之后我就跟点点去公园玩。好了，我一起跟你去睡洞猪好了啦。食猪睡洞猪，小朋友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罗亮。